这平安，真欢喜，咱无论伫网络还是伫现场，正兄弟姊妹搁一届组织。今日落雨啦吼。其实我前一阵仔伫甲，咱定咧讲好天气，拢讲日头出来时，咱讲今日好天。其实我甲恩佩种地的吼，我甲伊咧聊天吼，伊讲即种天气是对因地来讲上好啦，所以共款，咱即讲外口吼，疫情虽然真厉害吼。是好天是歹天，歹讲吼。咱上帝拢有真美好的意思，所以咱真欢迎大家，咱今日过来到教会，无论是网络还是伫教会实体来做伙敬拜上帝。好，咱请牧师为咱做开始的祈祷。咱同齐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疼痛，互阮每一天拢会当伫你的平安内面。经历你的疼痛，主疫情虽然危险，总是阮专心倚靠你。阮祈求的毋是阮袂得到这个病毒，阮祈求的是主伫你的恩典的中间，无论阮拄到什么款的境遇，阮拢会当注目伫你的身躯顶。愿主你的平安放伫阮正人的身躯顶。愿主你的话语成做阮的气力，这是阮们同心来敬拜，阮们同心来领受你的话语。无论阮伫实体聚会，也是阮伫网络顶面参与伫直播的一个礼拜，我咱恳求上帝的信心，甲阮每一位兄弟同在，看顾阮，保守阮，互阮领受对你遐来真正的平安。阮将规场的礼拜自头到尾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嘛看顾阮每一个时刻，拢会当牵调着你的应允，跟对你的脚步。愿这是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好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吼，互咱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咱来吟这个月圣诗175首，新的地，新的天。175首，新的地，新的天。第一节，第二节。来，新的地，新的天，上帝的恩典，新荆棘，新创造，我命的恩典，新人生，新路线，上帝形象。主就心挂以后万物我心，万物我心，新天堂，新黎明，上帝的恩典，新天将，新希望，上帝的恩典，新的心，新精神，上帝的上恩典，主就心挂以后万物我心。唱圣诗160首，诗课我需要主。160首诗课我需要主。第一节，第二节。来，诗课我需要主。
这首诗歌是将信徒亲近上帝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，那亲像细汉囡仔需要老母同款。当咱唱这首诗的时，就亲像细汉囡仔伫老母的怀抱中，甲老母面对面，老母讲出咱的需要。作词的豪克斯夫人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伊逐工无闲厝内的代志，但是伊常常记得主耶稣所讲：因为甲我相离，恁就袂做啥物；因为甲我相离，恁就袂做啥物。虽然伊厝内的代志真杂乱，伊嘛同款想着时刻我需要主，所以伊照着生活活出主的丰盛的应允。这就是伊写这首诗的灵感来源。伊写这首诗的时阵，伊毋是伫痛苦的内面，反倒是充满喜乐甲盼望。这是咱搁来唱第3节甲第4节。这个月是台湾疫情搁较严峻的时阵，逐工新闻在报道，满满是确诊的人数加添，政府官员的无奈，甲医护人员心内压力、身体负担巨重，所以人民对于疫情甲未来足紧张的。伫即个时阵，只有宣告耶稣伫遮，咱要伫苦难中经历主的掌权，要伫苦难中经历主所赐予咱的平安。毋免惊，耶稣伫遮。风雨无论遐大，总是会落雪。海的搁较向美，总是会平静。伫世间。伤的路边伊无法治，要花的灯火伊无拍死。毋免惊耶稣伫遮，毋免惊耶稣知影，救主怜悯。面对的勇气，
耶稣知影，求主怜悯，予咱面对的勇气，求主帮助，予咱定心会早起。风雨无论遐高，总是会落山。海的搁较向的，总是会平静。伫世间虽然有苦难，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。受伤的路径伊无阿钱，要花的灯火伊无拍死。不免惊耶稣伫遮，不免惊耶稣知影，求主怜悯，予咱面对的勇气，求主帮助，予咱定心会早起。不免惊耶稣伫遮，不免惊耶稣知影，求主怜悯，予咱面对的勇气，求主帮助，予咱定心会早起。不免惊耶稣伫遮，不免惊耶稣知影，求主怜悯，予咱面对的勇气，求主帮助，予咱定心会早起。不免惊耶稣伫遮，不免惊耶稣知影，求主怜悯，予咱面对的勇气，求主帮助，予咱定心会早起。这时，请咱安静心来进入礼拜。
耶和华，我捌求叫你，求你紧紧临到我。我求叫你的时，愿你压耳孔听我的声。愿我的祈祷亲像香摆列伫你的面前。愿我举起手，亲像下昏时的祭司。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耶稣基督得到恩典平安。这时，同齐来吟诗，新圣诗175首，新圣诗175首，新的地，新的天。新的地，新的天，上帝的灵运行。新种子，新创造，换命的灵运行。新男性，新女性，上帝形象运行。用做唱新歌，以互万有换新，互万有换新。请起立吟全首，圣诗175首。请坐。
这时，同齐用使徒圣经来重申咱对主的军地。喺周报第7页，使徒圣经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室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。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所以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同齐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7篇，周背后面启应文第57篇。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，同齐来启应。我是真的葡萄树，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。我对恁讲的话，已经互恁清气啦。既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未结果子。我是葡萄树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去的枝，互人迄出去外面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。这是同齐来吟诗，圣诗126首，圣诗126首，美妙主耶稣。美妙主耶稣，万有你管顾，你本是神，诚侪世人。主我所信仰，主我所尊重，我欢喜主做我君王，请起立吟全首。美妙主耶稣，万有你管顾，你本是神，诚侪世人。我所信仰，主我所尊重，我欢喜主做我君王。天吹的草木，树内的甘露，天地米的树木草花，拢不及耶稣，拢不及耶稣。变快乐，美妙的君王，万邦所敬慕，为着我做欢喜降世，荣光甲尊贵，稳定甲慈悲，永远到永远拢相比。请坐，同心压头来祈祷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掌管一切的主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因为对上大的宇宙，探到迄阮袂当理解会远，大到迄阮袂当想象会大。到伫智美世的土粒仔，甚至是病毒，拢伫主你的权能下面，拢伫你的掌握内底。
凡事有你美好的旨意，有你的业力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常常以阮家己做主，阮袂记得阮对你的军队，阮袂记得阮将阮家己交托予你。你教阮行兄，你教阮理智，你教阮想袂通，阮毋知影阮的未来要行往倒位。你教阮常常地暗暝的时，阮家己阮行阮家己。虽望在现实的生活中间，阮身躯边的朋友，有人较紧需要伫厝的休困，接受治疗。阮的囡仔可能嘛都爱伫厝的线上来上课、受教育。即寡拢造成阮生活真大的无方便，真大的改变。尤其迄阮目睭看袂到的被困，常常互阮惊，因为阮毋知影阮所面对的亲人、朋友，或者是阮伫路的拄着阮无熟悉的人，伊是毋是有感染？阮总是伫即种的惊惶内底。但是主啊，阮实在是求你帮赞，因为你深知阮的软弱，即款的压力，即款的惊惶，是提醒阮搁再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求你施恩，求你帮赞，求你正做阮心内的主。主啊，当阮衰懒的时，无管是阮的体力，或者是阮内在阮的信心，主啊，若阮仰望你的时，阮会得到帮赞。因为亲像彼得要沉落的时，伊喊主啊，你就伸手牵伊。这时啊，求你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底，无论阮面对的是啥物，阮若有主通靠，阮毋免惊，因为阮求救，你就听到；当阮向你呼求，你就伸出你的手来牵。求你帮咱带领，互阮坚定阮的心志，互阮完全的交托，互阮对心内知，主你的确有你美好的陪伴。求你互阮顺服伫你的计划，专心致意伫你的话语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同齐来看一位的圣经。咱今日所要看的经文是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14章，咱要对25节读到32节。大约汉译本伫新约的部分第18页，这是我的读。马太福音第14章25节，暝是4更，耶稣对海面行，就群因。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，就惊讲是怪物，因为惊就嗷叫。耶稣连面甲因讲话讲：按恁的心，是我，毋免惊。彼得应伊讲：主啊，可能是你，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。伊讲：来。彼得就水船入落去，行海面。要就近耶稣，总是看见风就惊，你要沉落去，就后壁讲：主啊，救我！
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，小信的人，声事摇移，因上船，风就停。读圣经到了遮，只是请圣歌队来吟诗，因所要献的诗是，阮要吟讲，主是阮的真光。
这是请黄景碧升学生来正道，伊的题目是经历耶稣。咱文山教会的六位兄弟平安，感谢主吼。我先简单来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叫做黄进白，目前是玉山新学院研究所2年的学生。我本身是花莲人吼，伫自年都是109年，我算是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对于我本来上班的所在花莲县警察局办理提早的退休，就就近来报考玉山新学院，就开始入去读册。我是想讲，会使趁我阁有精神、阁有体力的时阵吼，会使赶紧来全时间来服侍上帝，安尼啦。我是葫芦人吼，有一寡教友也是朋友，有当会问我一个问题，讲玉山新学院毋是拢是招考原住民的学生吗？吼，所以咱的兄弟有可能有即个疑问啦。是安尼吼，差不多20年前，咱东部地区的平地的教会，有咱的长老教会的总会，阁玉山新学院来反映，讲会使希望玉山新学院来开放，互平地的教友来使入去读册，特别是东部花莲台东的。从东部中会，我的母会若是东部中会的教友，会使就近来读册。有的人可能有家庭，也是安尼吼。所以就开始有开放。毋过，平均一年招收平地学生是袂超过3个安尼啦，是即个情形。今仔日真欢喜，会使代表玉山新学院来甲咱文山教会，甲咱逐个兄弟来请安来报告。特别感谢咱的兄弟伫过去对玉山新学院办理神学教育的支持，包括用代祷、用奉献。我也相信咱的兄弟伫未来会继续来支持玉山新学院。但即阵我要来放一个介绍学校的底片，差不多4分钟前请大家咱做伙来看一下吼。玉山新学院为1946年到今，秉持着以基督福音为根基，透过神学教育、音乐培训，互阮伫教会甲社会服侍，要来实现上帝国。玉山新学院本院的神学宗旨，乃是为原住民族生活实况来解说信仰、参与宣教。学院请安，布新大理院长，感谢上帝。伫去年疫情扩大的时，玉神会馆却是颠倒成长。感谢教会团体甲总会大型会议来玉神举办，加添玉山新学院服务甲回报教界的机会，互阮不时经验着福音真理，就是伫罗马书8章19节所讲的，被造不逼切地听候上帝正经日的显现。学院开放，教职员甲学生。学院开放，招生资讯。经费预算及需求，特别需求，青汉学生奖助学金，师资培育事工，东台湾小型教会青少年及儿童事工，增建老师宿舍工程，建推中心事工，学生伙食费，普世教会国际原住民人才事工。综合大楼银行贷款，学院院内各种礼拜及活动。
玉神会馆、家庭教会团体以约专线03-864-1251奉献转呼，财团法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玉山神学院邮局汇拨口座0060-6504-0060-6504，详情请参考奉献地资讯或者扫 QR code。感谢主吼，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慈悲疼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俄罗斯主啊，感谢你引带囡仔今仔日来到主你所喜爱的文山教会啊，来为着主你所创立的学校玉山神学院的需要，来达咱的兄弟来请安来报告。主啊，相信啊，你必定大大来纪念啊，咱的兄弟伫过去对玉山神学院的支持，包括代祷甲奉献，也相信你会继续来感动咱的兄弟，继续来支持玉山神学院。那即阵，我们来分享你的话语，求圣神充满伫遮，引带阮下面的时间，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经历耶稣。重点就是经历啦，不只是知影耶稣、相信耶稣，真正的相信，那会带出行动的，敢毋是？就是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咱一遍搁一遍来经历耶稣，或者安尼，咱的生命会非常的精彩哦。咱的生命会有真有迄种的。人讲的感染力的生命，感染力的生命啊！吼，伫今仔日这段经节文图中的主角是谁？彼得啊！彼得伫圣经中的描写，常常互人感觉安尼较偏负面的描写，有无？我用8个字来形容，好无？鲁莽冲动，有勇无谋，是无？彼得互人感觉你定定甲冲动安尼啊，做代志有勇气，毋过欠思考。一般一个人吼，伊的个性是一体两面的哦，有负面，所以就有正面嘛，对无？咱来看彼得伊正面的个性，好无？我赶快用8个字来形容：勇于尝试，主动积极啊。彼得该勇敢去试逐项代志，吼伊若该主动、该积极嘛。或者彼得就是因为有安尼的个性，所以伫圣经中的描写，常常看会到伊和耶稣有真侪的对话啊，有真侪的沟通啊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彼得伫常常地经历耶稣啊，是无？伫今仔日这段经节的进程，耶稣行一个神社，5块饼、2尾鱼的神社，刷来了后，耶稣一个人就山去祈祷，伊吹门徒就船去渡过加利利海，结果门徒伫海中去拄着大风涌嘛，是无？刷来就讲着吼。继续讲着，第25站，暝是圣经，就是半暝3点到6点啊。耶稣对海面伫行吼。26节，学生看见救生囝讲是怪物，因为惊就嗷叫。第27节，佫讲着，耶稣连边甲因讲话讲，恁的心是我，毋免惊。这个27节，耶稣甲门徒讲的，是我，毋免惊。这个是我吼。伫希腊文的原文叫 ego eimi， 我是啦，我是上帝，毋免惊。或者伫旧约的出埃及记3章14节，当摩西迄阵问上帝讲：“你叫啥物名的时阵？”上帝安怎答应？上帝讲：“我是自有应有的，对吧？我是自然而然的。”咱知影旧约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
毋过74译本吼，达旧约翻做希腊文。伫出埃及记3章14节，上帝所讲的即句话，我是自有应有的。74译本所翻的希腊文，共款用即个字啊，下高下密，我是上帝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耶稣在12个门徒讲的意思是：我毋免惊，我就是上帝啊，我是你的倚靠，我是你的关台啊，对无？或者耶稣不只是答当时这12个门徒伫海中达讲一句话，耶稣共款伫今仔日，犹原你对你甲我咧讲。因为伫咱的人生过程中，咱难免会拄着风暴嘛，会拄着困难。从即马拄着疫情3年来，大家拢真艰苦。即阵，请会记哩，耶稣伫咱的身躯边，你甲咱讲：是我是上帝，我是你的倚靠，我是你的关台，我是你四围的盾牌，我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衬啊！说来后壁的经节，就要讲到上精彩的部分啊，对无？因为彼得伊要行伫水面顶啊啦，或者伫即个过程中啊，彼得到底是安怎来经历耶稣的？这就是今仔日咱特别爱来学习的所在啊！我会使分做3个阶段来讲哦，吼。咱第一个阶段来看哈，第一个因着耶稣愿突破。当27节，耶稣讲是我是上帝，毋免惊的时阵，咱伫28节就随看到即个彼得啊，彼得就是即个个性，就随第一个跳出来回应耶稣讲：主啊，果然是你，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。或者彼得因着耶稣，伊愿意来突破。愿意离开船顶的舒适的所在，伊要下出伊的脚，下出全身，要行伫水面顶啊，敢毋是？但是你莫袂记哩哦，现场阁有另外一组人是安安稳稳坐伫船顶，坐好势拢无动的，拢无按兵不动的11个门徒。毋过彼得因着耶稣，伊愿意来突破。彼得所讲的即句话，主啊，果然是你，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。即句话上少代表2方面的意义啊。第一方面，彼得你确认耶稣的身份甲大能嘛？因为讲主啊，果然是你，你确认耶稣的身份，啊，搁耶稣行伫水面顶，当然是一个大能嘛。第二方面的意义是。彼得你确认耶稣大能的恩典性，什么意思？不只是耶稣家己行伫水面顶这个大能，彼得阁希望耶稣这个大能会使恩典到伊的身躯顶，互伊若会使行伫水面顶，行到耶稣遐去嘛。所以就是讲耶稣大能的恩典性，无毋对吧？这2点的意义，就是彼得所讲的即句话的意义。不过我要讲，这可能敢若是这个经节表面上的意义尔。实际的意义是啥？深沉的意义是啥？我随甲你解说吼。咱继续来看29节，耶稣听到彼得安尼讲，耶稣就答回应讲：你来。彼得就对船儿落去，行水面。要就近耶稣，哇！对古早到现今啊，有啥物人会使行伫水面顶啊？敢若彼得一个，敢毋是？彼得因着耶稣，伊愿意来突破，离开船顶的舒适的所在。伊若已经突破，敢毋是？伊行伫水面顶啊！我头仔讲着，头拄迄个经节表面上的意义是。彼得伊相信耶稣的大能甲大能的恩典性嘛？啊，实际上深沉的意义是啥呢？是彼得你相信耶稣之后，伊实际展现出突破的行动。
耶稣讲：“你来啊！”我相信彼得心内是相信耶稣啦。毋过你若想象吼，伫迄阵海面的影遮大的时阵，都算耶稣安尼答讲，彼得要踏脚下出全身，要行伫水面顶，敢有遮简单？是无需要介大的勇气。毋过彼得伊做到啊！伊不只是相信耶稣，伊阁实际展现出突破的行动嘛，有行动啦，对无？啊，这对咱来讲介重要啊！伫今仔日，咱拢讲咱相信耶稣嘛。毋过伫介关键的时间点，咱必须要有突破行动展现出来的时阵，咱真有可能会丢迟，对无？甚至咱的退后会软正会软弱啊。特别是伫咱爱开咱的时间来服侍啊，还是讲爱奉献啊，还是安怎的时阵，咱是无定都会退后啊。这个问题真值得咱好好来深思啦吼。伫我头拄仔一开始讲到，讲我伫2年前我办理提早的退休来读神学院。其实我阁6年啦吼，阁6年我就会使领到月退俸。公务人员拢知影啥物叫月退俸。毋过我心内感动是感觉讲，若阁6年吼，等6年后我可能都冷去啊，可能都6年后我想我都袂现身啊啦。所以我就办理提早的退休。当然我若知影讲办理提早的退休，若要讲退休金，迄是差足济啦。毋过我愿意因着耶稣，我愿意来突破，来伫我有限的生命中吼，来因着耶稣，我来奉献，是安尼啦吼。好，第2个阶段，咱要来看，咱爱学习的是啥？靠着耶稣爱看破，靠着耶稣爱看破。30节总是看着风就惊，你要沉落去就后叫讲：主啊，救我！彼得啊，本来伊注目耶稣的时阵，伊行伫水面顶行了好势，对无？毋过当伊注目风影的时阵，伊就跋落去风影内面啊啦。啊，这咱也共款啊，伫咱的人生过程中。当咱注目耶稣的时阵，咱是赢过风影，咱是赢过困难的啊。毋过，当咱注目环境、注目风影的时阵，咱就摔落去这个困难内面。咱拢有这款经验对无？伫即阵，当彼得伫要沉落去的时阵，伊有求救耶稣无？有嘛吼？伊讲主啊，救我！啊，这伫遮我就要问你一个介关键的问题啊。彼得伫军队耶稣进前。伊是做啥物职业的？拍鱼的嘛吼。你认为一个拍鱼的会晓游水无？一定足够的啦。毋过彼得敢有靠着伊真够游水的迄款技术，家己游倒去船顶有无？无啊。伊看破家己的才能，伊定义要来倚靠耶稣啊。兄弟。这是顺势的问题啊！我要强调，这是顺势的问题。在咱的人生的过程中，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第一个是无爱来求救耶稣，呼求耶稣，祈祷达耶稣。耶稣会调度环境，会互万事来互相效力，甚至耶稣若会回头用咱家己的才能啊，对无？来解决咱的问题。毋过咱定定做的是，咱若拄着问题，咱可能就感觉家己解决，咱家己去解决。有当时啊，真正咱会解决啦。毋过，若有当时啊，咱定定逐代志舞甲乱糟糟了，回头还来求耶稣讲打斗3工，救我，敢是安尼？这是顺势的问题。咱学习彼得拄着代志的时，看破家己的才能。靠着耶稣，爱看破。当彼得伊要摔伫水面的时阵，耶稣有随来救无？今则是讲有啦吼。耶稣敢有讲彼得啊？你这平常时吼，
真冲崩、真臭屁的吼。我先带你讲一篇道吼，讲了后来看要带你救我，还是讲我先带天父上帝来祈祷一下，看天父上帝意思是安怎，要带你救我。安尼彼得可能就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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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啉介济水啊。31节才讲着，耶稣随时伸手牵伊，讲小信的人啊，啥事邀伊。遐这你有注意无？耶稣总是成就彼得，耶稣总是成就咱呐。后壁耶稣他达咱教示，他达咱讲道，敢毋是？伫我40岁做警官的迄段日子吼，迄阵是我升官上顺利的时阵啊。毋过我却因为一个工课的关系，去拄着一个官司啊。我拄着一个真歹处理的检察官，真恶质啊，会使安尼讲啊，硬马办啊，乌白办，打起诉，甚至我若去停职哦，较严重吼。我拍这个官司拍4年半的时间，感谢主啦，靠着主的气力，法官向我惩罚，我较无代志，安尼。伫我啦吼，做警官的生涯中，办过大大小小案件。咱定定去看到一个案件发生，咱来找线索，来破案，安尼吼。咱定定感觉讲咱家己无啥物袂使啊，感觉家己介厚安尼啊。毋过若拄着一件安尼较严重的，你就知啊，哇，真正家己无介厚啦。伫迄段时间，若是靠着主的力量，我都安尼度过啊！我都体会到，真正爱看破家己的才能，拄着代志就知影，看破来倚靠耶稣啊！好，第3个阶段，咱来学习的是啥？当着耶稣再突破。32节讲着因就船，风就定。短短的经节内容却是上丰富的，因为即阵耶稣伸手甲彼得对水里达游起来了。即时耶稣已经甲彼得完全同在，看到彼得安安稳稳的行转去船顶啊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彼得因为耶稣的同在。伊无像进前行2步就摔落去水底啊，对无？即边伊搭风影打你骹的啊，伊安安稳稳行转去船顶。彼得已经突破，搁再突破。当我自年入到神学院了后，50岁读册其实是介辛苦的，你知无？迄目睭足花啊，哇，字拢看袂着。毋过既然上帝打好调，我相信耶稣一定甲我三脚伫地啊！靠着耶稣的气力，读册的代志，我都要来突破，搁突破。伫明年我若毕业了后，不管分发去倒，共款伫无会中间一定会拄着介济代志的，介济困难的。我共款要因着耶稣的同在，要突破，搁再突破。啊！这伫今仔日，咱所看到的彼得因着耶稣，伊愿意突破这个舒适的所在，伊的脚下出这个尊心啊，伊就行伫水面顶啊。虽然行几步，伊就摔落去风影内面，毋过彼得的一个停落，耶稣的一个目友，互彼得来较早倚靠的老的旧的性命沉落死去。耶稣目友起来是彼得新创造的性命。彼得而且继续透过圣神的大能甲同在，得到超人的能力，一生服侍主啊！这敢毋是彼得伊经历耶稣的过程？这敢毋是若是彼得伊后来一世人服侍主的描写？这敢毋是？就是今仔日，咱应该爱好好来学习的部分嘛。
今仔日甲大家分享即个题目：经历耶稣。第一点，因着耶稣愿意突破，咱应该来学习彼得。因着耶稣，伊愿意来突破迄个舒适的船顶的舒适圈啊！伊要离开船顶，伊就会使行伫水面顶啊。第二个，靠着耶稣爱看破，咱爱来学习彼得安怎看破家己的才能，介绍受水歪受，定义要来倚靠耶稣。第三点，当着耶稣再突破，咱来学习彼得，知影耶稣已经甲伊完全的同在，伊就要突破，搁再突破，好好的，因为耶稣的同在，行伫水面顶，行转去船顶，安安稳稳，风影拢去打伫脚的啊啦。感谢主，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特别伫即阵这2-3年来疫情的中间，主啊，阮心内定定真惊吓，也真无奈。主啊，总是即阵你甲阮讲，是我是上帝，毋免惊，我伫你的身躯边，我是你的倚靠，我是你随时的帮衬。主啊，我若要特别感谢你，今仔日透过即段经文。台湾教师，台湾启示，阮来学习彼得，常常伫日常的生活中，都要来经历你，安尼，阮的生命会非常的精彩，阮的生命会真有感染力，阮的生命也要成做别人的祝福。感谢主，听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同齐来唱诗，新圣诗160首，新圣诗160首，时刻我需要主，时刻我需要主，极大慈悲，就听我主的声，就会欢喜。求主应点我心意，时刻甲我伫地，我心无这号福气。我来就你，请起立，吟全首，圣诗160首。我来就你。
地，我希望只好福气，我来求你。阿门。请坐，这是请备办心来奉献。这是来报告，伫报告大声，请咱来念金句。吼，咱今日的金句来念2解。来，请耶稣念边甲因讲话讲：安恁的心是我，毋免惊。马太福音14章27节。耶稣念边甲因讲话讲：安恁的心是我，毋免惊。马太福音14章27节。来州的树房同工领唱苏群龙、苏礼徐家运、苏琴张信邦、献诗献歌队、苏献是妮妮谱、田冷娇、招待是妮妮谱、张建团、音控是施浩轩、周明祥。来州的拜三查经祈祷会。咱的题目是上帝家伫人间，所要读的经文是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6节。主理是柯成彩牧师，司会是黄文宏长老。来这的礼拜，题目是天空之城，是咱柯牧师来主理。圣经、圣诗、启应文，请咱提早来备办。请掀开第6页，通知消息报告。第一，今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咱欢迎黄金碧神学生来本会正道。这是我代表教会愿意来谢谢。也请咱的兄弟持续为着玉山神学院来代祷甲奉献，希望因地教育事工顶面会当顺遂。
第二是咱的野外礼拜，因为即摆疫情真严重，所以原本咱5月29咱要来进行野外礼拜，所以咱暂时延期到8月以后再来举办。那已经交费的部分咱保留吼。第三，咱5月21，拜六下晡1点到4点，咱有要上课洗礼前的信用课程，总共要上4摆，5月、7月、9月、11月，每届拢是主日礼拜后下晡的1点到4点。那若有备办要受洗或者是更新礼，也欢迎慕道友来参加。若有要参加的，请用干事来索取迄个表格来写填写以后交予牧师。第四，教会有征行政干事1名，条件伫下骹，请家己来看。第五，咱本主日10点40到12点的中间，咱有成人水学的课程，举办的所在是伫旧堂。咱今日要上课的题目是甲主三拄伫以马午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第六，相连团契报告，这个报告请大家注意哦。咱这个聚会，咱咧行程是取消，咱并且是这边的聚会暂停一届。要注意哦，毋是要，咱这边是要取消哦，所以是取消迄个第6项即个要去新店碧潭即个活动取消，而且聚会暂停。过来是妇女团契，因为疫情所以咱已经决定要暂停实体的聚会，但是毋是停止聚会哦，是无实体的聚会尔，咱线顶聚会。以上，过来交予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咱即礼拜爱为着遮个少年团契学生来祈祷啦咱看第7点，各种的会要考试伫21甲22咱有永仪、陈佑、伯恩、玉兴、玉章甲信仪6位要考试咱佫叫上帝来保守因啦因为剩一礼拜，即摆疫情佫遮尔紧张咱第一爱为因代祷是，互因有缘牵调伫上帝应允的内面，互因知影因所有一切拢是对上帝遐来。第二爱来保守因身体的健康，互因伫到后礼拜拜六甲礼拜咧考试的中间，拢会互因有一个勇健的身体。毋是考了就无勇健啦考了有缘爱保守因第三爱恳求上帝看顾因。互因过去所学习的遮个，无论倒一个学科，互因所学习的真侪因本身内在的即个知识，互因伫考试的中间会当表现出来所以咱即时同心为着即6位学生，咱来祈祷。尊敬的爸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我们为着遮少年团契的学生来祈祷。伫5月21甲22即2天，有各种的即个会考，因要考高中的即个考试。愿主你亲身看顾即6位学生，互因伫即段期间内面，继续牵调伫上帝的话语的中间。无论外在疫情安怎的危险，主互因会当真正伫你的话语内面坚固因的信心，看顾因有一个勇健的身体，互因伫考试的中间，因有一个健康。可以当真顺利来完成这个考试，嘛看顾因伫过去这段期间内面所学习的，无论倒一个学科的知识，拢会当内化真做因家己的这个帮助，透过考试来表现出因所明白的因所在。嘛恳求上帝保守因，为因备办因将来所要读的这个高中也是高职。互因伫未来路程，拢有上帝亲身的引带甲看顾。我为着即6位学生，因的考试，仰望伫主你的手中。我为着全国每一个要考试的学生，愿主你亲身看顾引带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
咱即礼拜要为2个家庭来代祷。第一个家庭是建团兄弟吼，因要代祷的第一项吼，理由较细条，咱周报拢有吼。因为感谢上帝拣选因的祖先张进来兄弟因吼，互因即个家族会当认捌上帝，互因伫个国度，互因伫上帝国度内面有分伫的吼。第二，愿主来赦免因过去的犯的错吼，互因搁一届转来到上帝身躯边，特别是伫约伯兄即个家族的内面吼。这是第一个，咱要为着建团兄弟来代祷。第二，要为着苏敏姐因全家吼，这是建团兄因全家的迄个相片吼，人袂少吼。第二，要为着苏敏姐因的家庭来代祷吼。伊过去身体中风过，即摆恢复了袂歹吼，继续保持，继续看顾伊吼，互伊恢复，互伊每一工拢有上帝同在，为着因全家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。每一工拢会当亲近主，这是咱为着这2个家庭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拣选着建团兄因的祖先张进来，互因伫这个家族，互上帝敬调，来信靠你，互因每一个人，因为会当继续来持守着这个信仰，持守着上帝你互因的恩典。愿上帝赦免因过去若有辜负你，也是有犯过的错，愿主你亲身赦免了赦因，互因的性命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，得到更新，互这约伯兄的家族继续伫上帝你的恩典的中间，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伫咧。为着小敏姐因全家，愿主你看顾，伫小敏姐伊的身体的复原。愿主你继续每一工引带伊，每一工看顾伊。愿看到伊会恢复了袂歹，愿主继续看顾保守伊，互因全家拢会当身体健康，出入有平安，每一工来亲近上帝。将这2个家庭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引带因，赐福因。愿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好，多谢大家，以上。唔知叫没有好，这时咱来吟煞尾圣诗，圣诗391首，吟诗煞请牧师为咱来祝祷，请起立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安慰，甲恁众人之地，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咱拢正做一家人。
请咱彼此问安。